伫这个时期，由愿保守阮得到平安。那阮用欢喜的心，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要透过礼拜，搁一遍甲你亲近。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当保持敬虔的心，用阮无下事的信心，得到你的欢喜。阮也恳求主你透过伫礼拜中间，阮听透你的话，来明白你的心意。阮特别恳求你，也找见圣神运行伫阮中间，授予阮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有信心照安尼去行。求你主，阮也特别将今早起服侍的正当工，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加添阮气力、信心，坚固阮手所做的工。无论是献诗、抒琴、诗花，亦就是传讲信息，也是分享报告，拢充满你的恩典，也互阮整个礼拜的听书，会当满足你的心意，得到你的欢喜。恳求主赐福看顾，今日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台北学生中心的纪念主日，阮特别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这个机构，透过这个机构所推动的各项事工，互伫校园中间咧超找信仰、咧超找生命的路的大专学生，会当去找到主你要引带因的计划，也互因成做你所重用的器具，互这个机构会当荣光你、祝福人。亲爱的主，我也特别为着少年教会来祈祷，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少年教会，互阮所有伫教会中间服侍的正当工以及兄弟姊妹，会当专心追求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保守看顾阮，互阮伫即个所在会当真正做光做盐，来荣光你的圣名。恳求主你也保守看顾阮心爱的国家台湾，互台湾得到你的引带保守看顾。我也将第一线咧防疫的这人员拢仰望伫主的手中，因伫即个非常时期，恳求主你授予因智慧，透过因所推动的政策，互阮所有的百姓拢得到保守甲看顾。我也恳求主你亲自点到复兴的火，伫台湾的正教会，互阮拢会当伫无共款的区域为你做见证，荣光你的圣名。是阮的主，阮也特别为着乌克兰所发生的战争来向你去祈求，恳求你真正会当实行你所赏赐的公义甲仁爱伫即个所在，互这百姓所祈求的和平会当早日临到，互所有的侵略的力量会当消失。恳求主你看顾，也互世界透过阮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去反省，阮人类的败坏甲堕落，真正会当追求真神的心伫阮的中间。阮恳求主你帮助阮，特别伫即个时刻，我也恳求主你兴起所有的你的信徒，会当伫各地做见证，高举公义、和平、仁爱的旗，来荣光你的圣名，也带予万百姓福气。
阮伫礼拜进前安尼祈祷，奉靠主要所圣主的名，阿门。
耶和华的律法照常，会互人的心心活起来；耶和华的干净的确会互戆人有智慧；耶和华的教示正直，会互人的心欢喜；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互人的目睭光明。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耶和华判断真实，一切公义。比侪侪金较通翕无，比芳芳滴落来的蜜较甜。请咱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14首，圣诗第14首，哪路直直走？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担心来祈祷，愿荣光归于你，愿永远上帝。你有差遣你独生的囝到世间，互阮对伊得着活。愿荣光归主耶稣基督。你有通过福音显现活命甲永生。愿荣光归圣神上帝。你有互阮甲基督同活，搁用你的疼留伫阮的心内。阮常常袂记着你的律法，爱去做的无去做，反倒转去做无合你旨意的事。独独你知阮会犯罪，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文字，袂记你的疼。主啊，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互阮忏悔阮所做无欢喜的事，求你教示阮。知影家己的歹，求你洗清阮的秘密的过失。全能恩典的上帝，阮是你卑微的奴仆，用谦卑虔诚的心感谢你，因为你赏赐恩惠仁爱，互阮也互万人。阮感谢你创造、保护、养饲阮，搁将逐项的福气赏赐阮。特别感谢你无穷无尽的仁爱。对阮的主耶稣基督来救赎人类，阮深深感谢你。即使阮也毋但要用喙来学罗你的圣名，也要用生活来显出你的美德，
伫每日灵修、伫读圣经的时，明白上帝你的真理。伫基督中，常常为着国家、社会、教会，也为着疫情带予世界真侪的伤害，失去亲人，生活经济的不安。求主掌权保守，互疫情有真好的控制，也当恢复正常的生活，互各行各业有好的发展，心中有平安。恳求上帝，阮的祈祷会得到你的应允，诚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今仔日是台湾大专的奉献主日，青年的未来求主保守，带领因伫学业、品格有好的成长，伫信仰中体会主的权能，享受丰富的恩典。祝福校园时光有新的看见，互福音片段校园。互更较侪人若认捌你，将学习财物甲学习信仰看做同款的重要。有信仰通做因的指导，互因的生活有活泼，充满快乐甲意义。阮的祈祷无够呀，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咱的交图刻印文24篇，伫信息后壁37页。我来刻，请咱来印。所行完全遵趁耶和华的律例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着用什么来清气伊的所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神啊，因为忧苦来消融。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求你，互我目睭哪走愈无看虚假。你的话将我救活。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听小你的律法到怎样啊？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拆开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这是圣歌队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就拍恁的手。
现在来交托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8章26节到40节，伫现代中文译本198页，台语汉语本144页。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有一个天使甲腓利讲：“你起身往南行，到迄条路对耶路撒冷通往加萨的路去。这条路已经拍远了。”腓利就起身前往，伫路中，伊拄着一位伊索比亚太监。这个人是一位高级的官员，伫伊索比亚女王甘代基手下管理财务。伊从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要转去的路中，伊坐伫家己的马车顶，读先知以赛亚的书。信神对腓利讲：“你过去，我滚迄台车。”腓利就紧走过去，听见太监当伫共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就问伊：“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伊应讲：“除非有人解说，我怎会明白呢？”伊邀请腓利上车，甲伊坐做伙。伊所读迄段经文是：伊亲像一只要互掠去杀的羊，亲像一支伫剪毛人手的羊羔，恬恬无声。同款，伊也拢无讲话。伊忍受侮辱，无人替伊主持正义，也无人会指出伊的细节，因为伊伫世上的生命已经到尽头。太监问腓利：“请指示我，先知这段话是对谁讲的？是指我吗？还是指别人？”腓利就开喙，对这段经文开始解说。伊讲解这段关于耶稣的福音的代志。因经过一个所在，路边有水。太监讲：“遮有水，我毋就会当踮遮接受洗礼吗？”太监就吩咐停车。腓利甲伊斗阵落去水里，为伊施行洗礼。
因对水入起来时，主的神甲腓利接走，太监就搁看无伊，伊继续赶路，满心快乐。后来有人伫亚索多拄着腓利，伊骗行迄个所在，直直咧装下传讲福音，直到伊来到卡萨利亚。以上。今早起，咱台湾神学院郑阳恩牧师要来甲咱分享信息，陪伴与共读内在生命转化，请咱恭敬来领。各位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早起会当代表北区大专学生中心来向咱兄弟请安。大先要感谢双联教会久长以来对大专工作的关心、带导甲奉献。咱拢知影，大专世界是一个复杂、佮充满挑战的世界，有真侪新的观念、新的思想不断伫遐冲击。新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嘛挑战这年轻的性命。咱想想，每一年有遐尼多拄好高中毕业，咱讲拄好长大人，可能为无共款的所在去到异乡读册，必须离开家己的家庭、家己的故乡。不管这大学生外巧。外校读册，因为因较无社会经验，对生命人物嘛无遐尼熟悉。伫到即个过程中间，有侪的迷惑困惑，无法度了解，需要人陪伴，需要人解释。特别中间有一寡有信仰的这少年学生，因愿意参加大专的团契来学习信仰，这中间会面对侪的挑战，包括对圣经的认识甲了解，以及对生活中间侪议题所引发的挑战，要怎样来回应这社会的挑战？通过今日早起使徒行传的故事，帮助咱来思考怎样会当。伫即个对这大专学生的工作，咱有所参与甲学习。伫今仔个故事内底有两个主角，伊索比亚的太监，甲福音的使者腓力。咱知影，即两个身份人伫即个无人的旷野中间相拄。这背后当然可能有圣神的安排甲带领。总是对这两个人来讲，这个相拄确实是真意外。到底是甚么款真特别的气力，互这两个遐尼无相款的人，不管是文化、种族、身份地位，甚至心身的状态，拢无共款的人，伫旷野内底有这段真特别的经验。伫这个故事内底，旷野本身。就真特别的所在，咱知影对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来看，旷野毋若是一个譬如那定，伊嘛是一种重要的宗教经验。伊象征咱伫信仰道路顶头，可能拄着考验，拄着挑战。旷野嘛有可能是咱的生命得到成长，生命会得到丰富的所在。对真侪信仰经验较深的人来讲，旷野搁较象征一种人怎样通进入家己的内心世界，去遐敲测，去遐反省，去遐甲上帝的话相拄的过程。确实，伫旷野内底，人的生命可能会去用改变。伫今仔日故事内底。毋若是伊索比亚的太监，连腓力家己嘛改变。
当咱读到故事的上尾的时阵，咱看见太监真做基督徒，满心欢喜，倒转去非洲。腓力呢是去互圣神接走，后来伫阿索多的所在传福音，一直去到该撒利亚。伫这张图，咱通看见伊去的所在是不只无共款的地区。伊上早是咧耶路撒冷，后来去到撒玛利亚传福音，结果主的使者叫伊往南边行，所以来到上下骹要通往加萨的路，其实遐已经渐渐要往埃及遐去啊，是旷野大蛇的所在。今日这个事件了后，伊去用圣神接去阿索多的所在，沿这个海岸做福音的工作，最后去到该撒利亚。咱知影对使徒行传后来故事读，就知影后来腓力变做一个非常有自信，也非常对福音有真深的认捌的一个使者。咱若读到《使徒行传》21章第8节到第9节的时阵，当保罗最后一届传道旅行的时阵，去到该撒利亚，伊就住伫腓力的厝。伫遐腓力去用称作传道者，伊的4个查某囝拢有这种宣讲福音的恩赐。相信今仔日这个故事，这个旷野的经验，通讲是腓力改变的一个真要紧的过程。这时的腓力，咱知影，伊拄啊离开撒玛利亚，主的天使甲因带讲，你着往南边行，伊就起身往南边行。虽然迄条路是一条爬远的路，伫遮咱看见腓力头前的路真无明，伊的内心嘛惊吓不安，愈行愈生闷。来到这个爬远人真袂习惯的所在，常常空气嘛愈来愈干燥，四围树仔景象一直咧改变。更较无想到的是，竟然伫这个所在拄到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经文甲咱讲，这位太监是女王甘代基的财务大臣，伊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即阵要转去，坐伫的马车顶头，在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咱想象这个情景啊，两个真无共款的人，伫旷野的所在，伫遐相拄啊，伫遐相拄。圣神差派腓力有伊的一个特别的计划啊。这位伊索比亚的太监是有特别的身份的人。圣经讲伊去圣殿敬拜上帝。伫其他的故事内底，这种人会去用称作叫做敬虔人啊。敬虔人伫圣经内底就是指遐对犹太宗教有兴趣的外邦人啊，叫做敬虔人。所以这个人足热心的，去到耶路撒冷要去敬拜上帝。但是咱知，照犹太人的宗教规矩，伊有可能无法度入去到圣殿的上内底，因为伊是一个无完全的人，太监哦，伊的身体是有缺陷的。安尼一个人伫旷野内底，甲福音的使者相拄，圣神差派腓力去接近这个人。面对这个族群甲文化背景拢遮尔无共的人，但是内心对宗教却是刻薄的人，腓力要怎样去甲伊互动，要怎样去甲伊相拄咧？各位兄弟，咱的台湾今仔日嘛愈来愈多元
真侪无共款的人伫咱的中间，伫咱的身躯边，咱会开始拄着肤色、外貌、清楚，拢甲咱无共款的人。咱有时会去听无的语言口音，这个人，咱会当甲叫做他者，就是甲咱无共款的人。有可能是为欧美世界来到咱遮旅游的人、工作的人，但更较可能咱拄到的是东南亚地区来的这外籍的劳工。事实上，伫疫情还袂遐严重的时阵，咱伫中山北路对双连教会行出去，往圆山啊方向行去，无偌久就会拄到一群搁一群的这劳工、外籍劳工，因要去迄个圣 Christopher 天主教堂做礼拜。当咱有机会甲他者相拄的时阵，亲像腓力拄到这个以索比亚太监，咱要怎样去回应这个人？同款伫大全世界，有位无共款所在来，背景无共款，出身无共款的这学生，怎样这大全工作者会当去陪伴因来帮助因呢？伫今仔日故事内底，真要紧的是腓力甲圣神甲腓力讲：你紧过去，我滚迄台车。腓力就走过去，听到太监拄拄咧读先知以赛亚的册。腓力甲问：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你所读的，你明白吗？太监回答：除非有人甲我开帖，我怎样会当明白啊？这句话对咱来讲，可能嘛是咱过去的经验。圣经咱拢有咧读，总是上帝话甲咱的性命有啥物款的关系？咱敢一定有明白？有时阵要甲人讲起这种福音的道理，人无一定明白。腓力家己上知，因为伫头前使徒行传的头前，无偌久进前，伊的同工司提反。伫犹太人传教福音的时阵，就是无法度去用理解，最后甚至去用石头甲啃死。无互理解是日常啦，生活中的日常。总是咱要问，为什么福音的话遐尼歹进入人的性命中间呢？遐尼无容易理解呢？确实，不管家己读，还是咱要讲互别人听。上帝话真理有时阵无遐简单。伫今仔日经文内底有这两字真关键的动词，一字是所读的，一字是所明白的。这两字希腊文的原文其实足活，两个字根拢共款。anaginoske 甲 ginoske， 一个敢若是对外口入来，为耳孔入去；另外一个敢若是为内心会当体会了解。这两个中间的差别伫倒？其实，若了解的时阵，咱就会当诚做桥梁来甲人陪伴共读。咱想象，若亲像一个头一摆行入咱双连教会的一个慕道友，还是咱所带来的朋友，伊伫遮听到的，听到牧师伫台下顶讲道，听到这个咱的礼拜中间用的真侪这信仰的语言，甲咱伫遮做礼拜几若代的老信徒，迄个差别就是伫这个所在，有听有读，但无一定明白。所以，这个中间一个真要紧的是，咱所读的，怎样会当通过咱的生命经验来做一种连接？这个连接真侪时阵是需要通过陪伴甲共读，诚做桥梁，甲伊连接起来。
咱搁读经文，知影这位太监，迄个时阵伫车顶读的这段经文，是对以赛亚53章7节来的。伫遐讲，伊亲像一只去用掠去杀的羊，也亲像一只伫剪门人手下的羊，恬恬无声，伊嘛无讲话。当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咱感觉真熟，咱嘛真紧就会想到讲啊，这个经文嘛是咧讲耶稣后来为了咱受苦的情景，因为这是咱伫受难做期定定读的经文。做基督徒的咱，真容易就会咱甲这经文甲咱的经验做连结。总是对以索比亚太监来讲，也是真侪亲像伊安尼，也未找到福音甲伊家己的经验中间的连结的人来讲，所读甲所明白中间也有足大的距离。何况咱想想，当你要去甲一个甲你完全无共款文化、宗教背景的人来传达这个信息的时阵，更较困难。咱知影福音来到真侪新的地区、新的文化的时阵，往往上困难理解的，就是基督为着人受苦这个道理，是真好理解的。结果咱看见腓力跳上车，陪伴这位以索比亚太监。通过这个陪伴甲强读，因两个中间开始有关系、有感情、有友情。一开始伫两个人中间，咱看见一个桥梁伫遐起造起来。这个是足关键的代志。当代真要紧的灵修作家Eugene Peterson 伫写的册内底，一本真出名的册内底，讲到咱今日读的这段经文。伫册内底伊安尼讲，腓力的经验咧提醒咱，要伫所读甲所明白的中间搭一个桥梁。上要紧的，毋是你会晓解释，也袂晓解释这个问题。上要紧的是，你愿意还是无愿意陪伴甲强读的问题。Eugene Peterson 已经过往去啊，过去用称作牧师的牧师常常咧教导牧师怎样更较深明白上帝的话。伊甲咱提醒，毋免烦恼，毋免惊讲啊！我去陪人，我敢会晓解说？Peterson甲咱讲，上要紧的是你愿意也无愿意。这个愿意陪伴，这个委身，就变做两个人会让做伙认捌上帝话语的关键。确实，因带人陪伴人，要付出真大的代价。时间、精神，佮规个迄种生命的态度，拢有关系。真侪时阵，咱较爱讲我坐咧下骹听人听讲道就好啊，听人甲我讲道理就好啊。叫我爱去陪伴分享较免安尼毋免啦。有一位圣经学者甚至举一个例讲，真侪时阵，咱若亲像咧观光地区开一间店。专门伫遐咧卖旅游的地图，来遐观光客，咱就卖一张地图互伊，叫伊家己去看遐景点。但是腓力的故事咧，甲咱讲，有的时阵圣神的感动，毋是干那叫咱卖一张地图互人尔，是诚侪那亲像迄个志愿的导游，咱愿意陪伴这个人，甚至将咱看过水的景点，通甲因分享，互因去感受到这个所在的水甲价值。愿意帮助人，通过陪伴甲强读，来解除内心的迷惑，这是咱今仔日基督徒嘛爱努力的课题。真有意思，经文到后壁，咱看见。上帝家己咧旷野开路，
当腓力上车，伊嘛毋知影搁落去的对话会是甚物，问题是甚物，伊毋知伊去。太监家己问问题啊！伊甲腓力问讲：“请问先知这段话是咧指甚物人讲的？是咧讲伊家己吗？还是咧讲别人？”《使徒行传》的作者安尼讲，腓力就开始对这段经文，对伊传讲耶稣的福音。腓力头一摆面对这种的挑战，要怎样将以赛亚的故事连接到耶稣？伊家己将家己的见证、家己的体会，就甲这位太监讲。其实咱知影，太监的问题真特别。用咱今仔的较白话来讲，太监的问这个问题，其实伊家己心内有一个渴望，伊想要甲这个话有结连啊！伊家己想要甲这个话有结连，所以咱会使讲太监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个人性的问题，是真 personal 的。伊若像咧问你咧讲的这个故事，以赛亚咧讲的这个故事，甲我嘛有关系吗？以赛亚咧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救恩，这个为了人受苦的这个故事，我嘛有份吗？这甲我有关系吗？各位兄弟，当咱身躯边的人，咱周围的人，咱的亲人朋友，感觉袂熟的时阵，伫遐讲上帝的这故事，敢甲我有关系？上帝这故事，我敢有份？当咱听见这个问题的时阵，咱就知影，这就是见证福音上好的时阵。通过陪伴，通过强读，故事就会转化迄个人内在的生命。伫这过程中间，迄位敢若羊仔伫迄个诊门的人下骹无出声的迄位，就是咱的救主耶稣，伊会呼召咱，将咱的故事甲遐个人分享，互因也开始连接因的生命经验甲上帝话。咱想象伫即个温暖的时刻，两个人坐咧马车顶，咯咯咯咯咧车咧行，四周围那亲像足安静，只有听到腓力伫遐讲起耶稣的故事。迄个时阵，咱看见圣神开始伫遐做工，甲这位太监启示讲，这位受苦的羊羔的耶稣，为了证人死伫十字架顶，世间所有痴迷丧香、咬喙焦、身体有欠缺的人，只要谦卑顺服，拢会当得到平安甲医治，包括太监家己。伫这台马车顶头，这两位安静佮谦卑的人，就甲上帝未改变的话相拄，共同见证上帝话所带来的愿望甲应允。耶稣爱咱有机会成做陪伴的人，帮助遐个受苦的人，也将因未熟的性命交伫上帝话内底。互因破碎的心灵、性命，也会当重新被塑造。其实，咱嘛会当将这个经验用伫咱家己身躯顶。咱会当想象，行伫生命的旷野内面，耶稣有时阵嘛邀请咱上车，伫车顶，伊要陪伴咱，行往生命更较丰富的旅程内底。到故事的上尾，咱听见太监真欢喜，伫遐看到旷野内底有水。伊讲：看呀，遮有水，我敢袂当伫即个所在受洗礼吗？即句话若用搁较白话，就是讲有甚物代志会阻挡我伫遮受洗啊？而且咱看见旷野甲水泉，诚做即个故事内底上有意思的一个对比。伫大所的旷野内底有伦德
性命的水泉。确实，伫即个哪亲像真无可能的所在，伫即个真无可能的人身躯顶，却发生奇妙的事。各位兄弟，毋知咱还佫会记得，咱头一届伫正人面头前，也告别咱的信仰，诚做上帝囝儿，迄个感觉吗？迄个感受吗？兄弟姊妹，甲咱握手，欢迎咱加入伫上帝的家庭内底，是何等奇妙的经验！刚才咱嘛会回想，迄个时阵是甚物人陪伴咱？迄个时阵是甚物人伫咱也找袂到福音甲咱的性命的结连的时阵，伫遐陪伴咱，甲咱做伙来甲上帝话相拄，无任何物件通阻挡人来愿意接受上帝恩典。所以故事的最后，当腓力甲太监做伙对水内底起来的时阵，是何等水的一个景象，咱会当想象何等水的一个景象。两个人入去水内底，我拢为水内底起来。咱想象两个衫拢澹漉漉，总是太监迄个原来打扫的性命已经无够打扫啊，伊的性命无够喙焦，亲像新不言的性命已经得到水泉的润泽。对腓力来讲，这个经验一定真特别，甚至互伊恶想象，到底这代志是安怎发生的？结果，咱看见两个去互改变的人，太监诚做基督徒，可能是非洲上早的基督徒，满心欢喜倒转去厝的旅程。腓力呢？咱看见圣神的风甲吹，互伊行无共款的道路。伊开始无共款文化族群、身份背景的人来诚做福音的使者，真正奇妙。这个景象，通讲是这个故事水的一个结尾。各位兄弟，今仔日上帝嘛邀请咱继续帮助遐伫旷野内底面对困惑的人，需要帮忙的人，互因会当经验到基督的同在，得到水泉的润泽。今仔日这个世界还佫有侪侪亲像伊索比亚太监的人，伫遐讲，若无人甲我开帖，我较会明白啊。希望咱会当跟缀腓力的脚步，行人生旷野的旅程，可能会离开咱原来真习惯的所在，可能嘛是一种的挑战，一种的冒险。总是通过这个旷野的经验，咱有可能嘛无够共款，嘛会去互上帝神来改变。这个故事啊，甲咱讲，福音的精神真特别。就算只有一个人，一个甲咱真无共款的人，只要咱愿意陪伴，这就是福音的故事。我祈祷了，要请北区大专中心的廖文如传道师来甲咱做简单短短的请安甲报告。以后，咱要来唱回应诗。回应诗186首是真特别的一首圣诗，是甲咱双连教会关系足密切的宣教师 Hugh Macmillan 明友德牧师伊改写的歌词。歌词其实是咧讲以马忤的故事啦，耶稣甲两个学生要行以马忤的故事。但是这个诗歌嘛真适合甲咱今仔日的经文来做连结。嘛，咱较听唱圣诗的时阵，嘛想象咱嘛受邀请参与伫这个信仰的旅程的内底，也帮助咱更加思考
怎样会当来帮助大专工作，伫咱北台湾的需要，咱做伙压头来祈祷。稳定跳堂的上帝，阮感谢你，通过腓力甲伊索比亚太监的故事，互阮定心思考，阮的调明，以及你对阮的呼求。伫阮的人生路途中间，家己嘛有抗压的经验，嘛有时阵，阮会经验到身躯边的人也需要阮的陪伴甲回应。特别今仔日，不管是伫阮少年教会即个社区，也是伫大专的世界，也有侪侪需要你福音的光的人。恳求你赏赐智慧开来，互阮来对你的话做好的回应。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廖团队。弟兄妹平安。拄杨恩牧师讲到的这陪伴与共读吼，其实10年前我嘛是参加这个大专团契迄时阵我有一个学长，大家拢熟悉，就是咱教会赖泽仁执事吼，所以透过这大专团契陪伴，阮今仔日回应上帝呼召，将做一个传教者。咱的责任学长嘛，诚侪咱教会技术做伙来服侍上帝，所以嘛真感谢少年教会一直以来对中心的支持、奉献甲带导吼。下一张投影片，虽然拄着这疫情的影响，但是中心的17个团契甲大项的事工，拢会当转型。下一张投影片，会当来转型来继续来运作，对学生的牧养拢无上重大的影响，是因为有恁的支持。下一张投影片，咱中心的牧养对学生的牧养，对咱长老教会圣经、神学、灵性甲装备，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新的这事工，就是爱这学生来学这台语的罗马字，有足侪学生来报名参加，对这个装备来实践学生的信仰，来不只是服侍，也是讲关心咱台湾的土地、社会议题。去年就带学生去参访这个真爱早教这个公投，迄个桃园的早教，起码就去看卖这个早教生啥物型安尼。下一张投影片，总是咱中心不只是想要做安尼拿定，咱即马有3个意向。头一个是咱北基宜兰地区有55间的大专学校，咱毋茫会当搁较侪开拓，搁较侪的团契甲小组伫校园内底。第二个是这个学生毕业了后，有对中南部来台北读册的这个青年，会留伫台北做工课，也是讲伫遮生活、结婚这个社亲的事工，我嘛想要来继续牧养因有好的教会稳定的教会的信仰的生活。第三个是咱这几年看到这长老教会青年流失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所以咱毋茫咱中心会当来成做一个长老教会台北区来安怎来牧养青年这个超前部署的研发中心。下张投影片，所以咱去年就有甲这台北中会来合作办一个关于现在国高中生108课纲的研讨会吼，要安怎来教会来做伙来牧养这个青年。所以咱即马有学生中心有7位专职的同工，但是咱想要做搁较济，就需要搁较济校园的宣教师的投入。下一张投影片，伫即个后疫情甲即个元宇宙的即个时代吼，咱中心的目标永远是帮助学生的心中的小宇宙来互上帝来掌管。兄弟姊妹，虽然恁可能无法度进入校园内底来传福音，但是有恁的支持甲带导，就是共同来参与咱的异象，做伙有影响力，做伙来影响这个世代青年。兄弟姊妹，恁就是大专这学生的宣教师，就是因的惠力。最后我分享一个故事，下一张投影片。这是咱的消息，会当伫网络找到咱的 IG 甲 Facebook
台北大专学生中心。下一张投影片有一个故事，就是最近伫网络顶面有一个真红的这人格测验，叫做16型人格测验心理测验。内底有一个真特别的人格，叫做守护者。守护者伊的第一是用分享把爱增加，用奉献更多来得到更多。我想要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真侪大专的宣教师，嘛真侪即马台北区大学生的守护者，因的回力，感谢大家。请咱来吟圣诗回应上帝听。圣诗186首，圣诗186首，咱行伫世间的路，请咱起立来吟。请坐。奉献，请咱只是用奉献来说着咱的礼拜。
小数万下面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阮用你予阮的金钱、时间、才能，回应伫你的面前，求你接纳。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我来报告，本主日为总会所定北区大专事工奉献主日，感谢郑阳恩牧师代表北区大专中心前来本会证道，以及廖文瑜团队代表前来本会请安甲事工的报告，愿上帝赐福。大专中心所做的学园的事工，以及大学生的信仰生活甲实现。集体关怀，本会会友潘敬洲兄弟伫2月初5安孝主怀，定伫3月初10上午10点半伫第二殡仪馆景阳路1楼至金三厅举行纪念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大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高全坤兄弟伫2月17安孝主怀，定伫3月12早起10点伫第2殡仪馆景阳路3楼至美1厅举行纪念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大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李蔡秀梅姊妹，也是李建峰、李雪珠的妈妈，伫2月18安孝主怀，定伫3月初9上午10点伫第2殡仪馆景阳1楼至正1厅举行纪念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大祷，愿上帝安慰遗族。要来补充报告，本会会友谢美珠姊妹伫2月25安孝主怀，请兄弟关心大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教会消息，请咱行开招募第8夜。咱全教会培灵会疫情的以前，咱无生活伫太平的世界，平安富足，无啥物事通烦恼。疫情了后，咱发现苦难一直拢伫个，受伤死亡的阴影一也拢袂离开咱。安尼做啥物基督徒，咱应该安怎面对？咱要应该安怎如何诚做失丧者的安慰，受伤者的帮衬？邀请恁斗阵来参加培灵会。咱的时间伫3月19。拜六早起9点半到12点，伫咱16礼拜堂，咱要邀请咱的讲员是王崇尧院长，伊要分享的题目主题是基督徒的心志。第一，伫疫情的心志；第二是苦难中的心志。请咱当用网上报名，自备午餐咱自理，若需要咱带到便当的，请咱伫3月13以前到办公室。标100块。传播小组的消息，少年教会全新官网正式上线，顶面有真侪活动甲查询的资讯鼓励会友多多利用，会当上网去搜寻少年教会，还是点咱的网址告解消息。马街朴素伫1872年3月初9对好买上岸，开始了长老教会伫北台湾的宣教事工。
今年是马街来台宣告150周年，北部大会甲所咱属的4中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总主题是学马街大门道传福音，鼓励大家报名参加。3月初6 2点到4点，马街来台宣告150周年联合庆典的礼拜，每一个人各100块，包括咱的餐费甲车资。当迄天伫咱中昼一斗阵食一个简餐，1点要斗阵坐车前往和平篮球馆吼。结束了后，咱伫迄个所在家己转去吼，无够车通转来。讲师是林鸿信牧师。报名甲交费吼，请咱甲石文会干事、谢盈盈干事，伫咱本主日的12点截止吼，线上报名嘛是伫咱今仔日爱完成。以上报告，咱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带导。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首先来介绍今日的贵宾。第一位是吴玉峰神师哈，伊是利友中心的执行长哈，头前遮哈。伊今仔日要来咱的迦南团契分享哈。第二位是陈婷依小姐哈，现在是利友中心的督导哈。第三位是陆道元小姐，好，加好，欢迎。这家秀的朋友哈。第四位是简丽雅小姐，好，欢迎欢迎。伊是苏雅的朋友哈，来请讲哈。搁另外一位是蔡宏元甲江美惠夫妇，好，一家哈。伊是亚林的朋友哈，欢迎欢迎。咱也特别欢迎迄个题目师甲咱的廖团队今日甲咱一个分享哈。请咱大家继续关心台北学生中心的这个事工，这是真要紧的事工哈。搁另外拄则有报告过，就是马街博士来这宣告的150周年吼，这个活动，这个庆典活动吼，请大家会当报名来参加。等出去了，就会当马上报名吼。到今仔日早起吼，所以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来报名。搁另外，咱明仔载是228对无吼？咱即摆咧过这228的假期，我讲加放假一天，拢出去佚佗啦吼。其实228是和平纪念日吼。伫即个日子，咱也知影，这和平吼是真宝贵的吼。因为这个过去这个事件对咱台湾造成真大的伤害，所以咱爱特别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特别咱即摆，咱知影这个世界即摆也有战争吼，伫乌克兰有战争，咱特别爱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吼，祈求上帝真正将真实的，互咱的人的心会当悔改吼，毋通用迄个武力、暴力要去处理问题。期待真实的和平会当降临伫咱这个世界吼。这个时阵，咱来望向大道。是阮的主，万权能的上帝，阮专心仰望你，恳求你赐落平安的心伫阮的中间。阮特别恳求主，你甲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三甲肢体，阮中间有身体病痛，或者是心神软弱的。求你亲自医治安慰，也兴起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会当互相关怀，彼此代祷。阮伫集体的消息中间也知影，有阮的集体的兄弟姊妹失去亲人的，恳求你亲自安慰，拭干阮的目屎，互阮会当看出你所想事阮永远我的愿望。是阮的主。阮特别伫即个节期的中间，阮恳求你
将真实的平安赏赐予阮，用你丰盛的疼来消除伫过去历史中间所带来的伤痕，互阮会当记得即个教训，会当伫阮的生活中间用疼彼此扶持，互相帮衬，来追求主你真实的公义、仁爱、甲和平伫阮的即个土地。主啊，阮也特别伫即个时阵来向你求讨，求你亲自施恩保守，互伫乌克兰战争的中间无辜受苦的百姓，会当得到保守甲安慰，会当互这战争早日来消失，互迄个征战甲邪恶的溃烂，伫你的听中间会当消失。我也恳求主你将真实的和平降临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珍惜你所赏赐一切宝贵的平安。我咱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来念上营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吟诗了，请郑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帮衬，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谢谢，灭道小阮共受差遣。